活着。我们一起，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所拥有满有的你，有耶稣在我里面。好，现在这个时间呢，因为我们今天有客人南澳教会来，我们建成的和3位南澳教会的人来握手请安。从头唱这首歌，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就在我里面，我们一起将手举起。我宣告在我里面的，你是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所拥有满有的你，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有感受你，有主在我里面。惧怕害的神有你，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害的神有你。再一次，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只有惧怕害的神有你。一起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你是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所拥有满有的你，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永远站立。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永远站立。再一次，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永远站立。我们一起将掌声给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世上会软弱，我们会遇到试炼，会遇到灾难，但我们比起世人，我们更好，我们有耶稣。主啊，因为有你，你让我们站立得稳，面对困难。主，我们不被恶者所蒙蔽，不向世界妥协，我们要跟随你的道路，一直到永远。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唱这首歌。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无法再一人面对，还好有你安慰，温柔为我擦泪。我发现我多么疲惫，在接受你的恩典之前，怎么配得你的宝血？耶稣，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耶稣，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凝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
们的心献上给我们的神，将心摆上。我们一起用诚心来唱这首歌。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不想再被世界中寻寻觅觅多累，最后还是无解。你说我主啊，只有你说我们是尊贵的，我们的生命被你赎回。主，我们大大的在这享受你的恩典。我们一起唱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的定恒的双手，你为我们献上。我们来一起呼喊他。我呼喊你，高举你名，没有人像你能如此触摸我的心。再一次我呼喊，我呼喊你，高举你名，没有人像你能如此触摸我的心。我们一起唱。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主啊，如果不是你，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们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在黑暗中，主你伸出双手，当我们在黑暗中，你的手伸出来，主你用圣洁的光照亮着我们，将我们的心打开。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我们要将我们的手紧紧抓住你，在困惑中我们需要你的时候，我们将手紧紧抓住你，你必会将恩典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计划会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实现。我们一起唱这首。我仰望你面，主你圣洁的真光，借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荣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主你现在圣洁的真光照亮我们众群人。主啊，我们每个人在你生命中是有你独有的计划，在你救恩计划里，我们紧紧抓住你。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主，我们一生因你而开始敞开心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主啊，我们全心的在这里，我们一同的来和你赞美，和你敬拜。我们是如此的有恩典，在此一起同敬拜你。我们等一下再一起
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火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我已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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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离开你。我们一起唱。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火祭，一生服侍你。我献上自己做火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亲爱的耶稣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是全能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加力量；疲乏的时候，你给我们能力。凡等候你的人必重新得力。主啊，感谢你在敬拜赞美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殿堂里面有充满着神你的恩典在之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请我们人人站立，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爱你的主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是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用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我们请视线的同工，请大家在那个周报里面有夹那个奉献袋哈，就是今天为了南澳教会的奉献，我们特别来一起帮助肢体建造上帝的国度。若是你不方便的，请你在会后或是下个礼拜也可以为南澳教会的建堂来奉献。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创造天地，又创造人类和万物，让人类和万物在这个地面上生存，且照着你所命定的节期，随着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让万物享受其中的奥秘。感谢主，我们刚过了农历年的假期，今天是农历正月的第2主日。当我们休息了年假之后，各行各业也都恢复上班，大家又开始为着新的一年所当奔跑的道路，在努力起步。感谢主，让我们有平安适当的休息之后，能各按其职，尽心尽力在个人的岗位上。求主在未来的一年，继续赏赐我们智慧、信心、力量，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向着标杆直跑，好得着荣耀的冠冕。天父上帝，感谢你在今天的礼拜当中，带领泰雅尔祖宗会南澳教会的牧师及弟兄姊妹来与我们一起敬拜，恳求上灵在我们当中动奇妙的善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因着上帝的话语的感动，因着看见上帝国度的需要，大家共同有份在南澳教会的建堂事工，大家尽我们的能力来奉献，让这个建堂的圣工能荣耀主的名。这时候我们也要一起用你所教导的祷告文，我们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旧约圣经哈该书第1章12节到15节。哈该书第1章12节到15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的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2年6月24日。讲到我们要请南澳教会魏牧师，他的题目是上帝必帮助。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特别的礼拜。第1场是在讲台上，第2场是在讲台下。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看到我们的应该算是青年在崇拜的时候，其实心里面非常的羡慕哈。有贝斯，也有吉他手，也有鼓手，也有钢琴，还有带敬拜的。其实，在乡下教会，只有钢琴就已经了不起了哈。那个还是五音不全的钢琴，所以跟你们一起敬拜，
其实在这里是跟你们一起来享受主的荣美。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到你们这里来学习，也激励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能够一起向着上帝的标杆直跑。那今天也感谢我们的教会接纳我们南澳教会来到这里，来请安报告。我相信南澳离你们不远吧？很远吗？2个小时而已。美国不远，但是南澳很远，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去南澳的举手。哇，很多嘛，感谢神哈。有机会到南澳，一定要找南澳长老教会。然后呢，一定要夏天来，不要冬天来，很冷。夏天可以带你们去漂漂流。有听过漂漂流吗？有啊。其实不要漂漂流，带你们去游泳就好了。我家里底下就是一条河，前面一条河，后面是山坡，然后呢，你们可以在那边尽情的游玩呐。那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里，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其实，在第一堂的时候，牧师已经讲到哈，在这个时期，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因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回到自己的故乡。其实他们领受这个意象，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但是呢，因为古列王，因为当地的人反对他们建殿，因为他们害怕这些犹太人继续能够在繁荣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对他们是一大隐忧。那这些人呢，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人数太少，可以说力量非常的薄弱，再加上连年的干旱，那年年欠收，生活就更加的贫困艰难，哪里还有力量再去想建殿的工作呢？所以整整停顿了16年的时间了。这16年的时间，他们闭口不谈重建圣殿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经文的第2节跟第4节，虽然他们说没有能力，可是呢，第2节说这些人呢，还有金钱可以装修他们房子的屋顶跟墙壁，而且都是雕刻的。你知道吗？清水模是很便宜，但是你雕刻起来是要花费一笔经费。所以呢，他们迟迟不肯建殿，用了许多的理由，以至于上帝的圣殿荒凉。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神呢告诉他们要重建圣殿。其实犹太人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同。在座的人，你一旦习惯过舒适的日子，你干嘛还要去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呢？你做到一半，如果这个国王发疯了，又叫你停止，是我的吗？建殿，你花的人力物料可能都会血本无归还不一定能够顺利完成。所以呢，他们就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这样就好了。反正我们又不是不建，只是等待时机成熟了。等时机成熟再建殿也不迟。这是犹太人的光景。但是神在1章的9节告诉他们说：“我会与你们同在，你们只要去做就行了。”然后教会建堂的工作呢，第1堂的时候我忘记了 PPT 要跟你们分享，因为只是讲，你们大概对我们没有多大的印象。如果 PPT 之后，你们就会知道南澳教会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建殿的工作为什么这样的困难我们就稍微扫描一下这就是我们的10年意向。看一下，这个是茅草的教会，自己种的，
自己种的，不是自己种，是自己盖的啊。好，这个是水泥房，上面是茅草，都是弟兄姐妹奉工。好，水泥房，这个就是建堂之前的教会，不到50平，旁边是10平的牧师馆。然后呢，2020年的2月就已经动土了，啊，为什么要建堂？啊，这个太多了，不用看。为什么要建堂？我们没有空间呐，主日学直接到讲台去画画，也没有桌子，只有椅子。青少年办理节庆的时候地方不够，只好租帐篷，然后刮风下雨的时候在那边冷死。你知道宜兰的东北季风啊，真的很冷，骨头都会痛。这个待会我会讲哈，这是郭妈妈。2010年就开始建堂基金，我们发动资源回收啊，那个时候一个保特瓶1块钱呢，现在没有价钱了，所以这个淘汰了。那个时候帮助教会很多。那个穿那个橘色那个就是王牧师，那个时候他的头发还是黑的，如果你们看到他他已经很像70岁的老人，一夜白发。好，我们也有小猪奉献哈，那就是从小孩子到大人，你有多少钱啊，你就投到猪里面。那我妈妈的干妈点呢，我也放了一个猪，然后你们来买糖果的时候有感动可以奉献。好，然后我们也种地瓜，为了要开园，然后你知道蹲在那边水田啊，7点的太阳已经差不多了，你会昏倒。那牧师呢也下去，我也帮忙去拔草。9点我就已经跑人了哈，跑掉了，没办法会昏倒。好，然后这个是我们为了建堂的经费腌大骨，这个泰雅族才会吃的哈。你们想要尝试也可以给你们1包，很好吃，很好吃哈。我会教你们怎么吃，如果你们要尝试的话，用小米啊，然后现在在牧师的田里，前面就是那个小河，然后台风的是大河，这边是白玉瓜牛，我们现在跟长老会合作，希望能够挹注教会的建堂经费，都是长老执事啊，男童工啊，女的是贵妇哈，跪在泥土里面种地瓜，贵妇哈，不是很贵，是跪下来。然后在2020年的9月，虽然建堂没有什么经费，但是我们还是开办文化健康站，这个是在临时的教堂借会有的铁皮屋，这个是已经盖到4层楼了哈，那外观应该有吧哈，还有吗？好，这个已经建到这个就是这个硬体已经建到这个地方了哈，现在在虾给里面的那个。好，为什么会给大家看这个 PPT 呢？其实这里面牧师也要分享，南澳的建堂的心路历程呢。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呢，神说：“听从上帝，主必帮助。”12节已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告诉他们说要重建圣殿。你知道牧师听从就可以了吗？长老只是听从要建殿就可以了吗？我们就算再有信心，靠我们1、2个、3、4个，或者小会或者长执会，绝对没有办法能够建殿完成啊！是需要所有弟兄姐妹，大家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意向，才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责任。记得到南澳教会牧会的第3年，我那个时候还是跟王牧师一起去牧会，我在玉山神学院做助理研究助理。
那个时候有一个80岁的会友，刚刚我们有看到，就是阿嬷带着她的孙子照了那个全家福。她是郭妈妈，有一天呢，她就带了10万块到教会跟牧师说：“牧师，我这个10万块，你说80岁的老人那是他的老本啊，但是他还是愿意奉献给教会。”他跟牧师说：“牧师，这个教会的围墙，可不可以用我这样的钱去贴瓷砖，然后给他修缮？因为这个围墙呢，是空心砖做的，长久下来呢，就有破洞。我也亲自看到那边长草。”这个阿嬷就说：“这个围墙是教会的门面，有干净和漂亮的门面，也是尊荣上帝啊。”那个时候，王牧师非常的感动，他说：“一个老阿嬷这么看重上帝的圣殿，他的敬虔的态度，真的是搅扰了牧师跟长老执事的心，所以也激动了我们重建圣殿的心智。”刚刚我们看的南澳教会的这个，它是大概不到60平，就一间礼拜堂而已。这个铁皮屋旁边呢，就是我们的牧师馆。牧师馆加起来大概10平。为了要培养主日学，那时候主日学大概10几20个，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们来上主日学，所以在后面的防火巷又加盖了4平的违建铁皮屋。从这个寡妇的奉献，激动了我们对教会10年后的建堂计划。我们也相信，因为这位寡妇的愿意奉献，使我们领受了这个意向跟使命。所以我们看看那个刚刚看的 PPT 呢，10年来会有在这样的意向下，种田来种地瓜来义卖。你知道那个贵妇吗？那是高中主任老师，没有摸过土，也不知道地瓜怎么种。那牧师在他的旁边的时候，我看他种地瓜呢，我们种地瓜只是那个圆锹这样，然后放下去，用圆锹盖土。他好像是很敬谦的态度，放下去之后又把那个土堆得高高的。那我在旁边看了，这个一定是没有做过农的。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讲说，长老不是这样种。那我就故意在他的旁边，我就给他看怎么种，我就种，然后放推，种放推。结果长老说：“牧师，我都不好意思在你旁边，我还是闪得远远啊！你已经到上面了，我还在底下。”所以真的，我们用了各样的方法来筹措这样的经费。那我们的长者呢，他们知道建堂的计划，告诉他们的孩子说：“将来有一天我过世了，上账的剩下的经费，无论如何，一定要奉献给教会作为建堂基金。”我所知道的，大概就有3、4位有。那我们的长辈牧师去年也过世，他的儿子也在这里。他一直心系南澳教会的建堂，所以他的上账经费呢，也奉献给教会。3年前，2020年签约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准备了1000万的建堂基金，硬体的总经费是1600万。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有1000万，我们只要出去请安报告，然后再靠自己的努力，1600万的硬体，我们绝对可以。但是刚刚说了，2020年签约动土之后，发生了全球性最严峻的疫情，就是 COVID-19。紧接着是俄乌战争，再后来是以巴战争，所有的原物料跟物价都飞涨，都上涨。建商告诉我们说，现在用3年前的经费来建堂，
有它的困难性，我们没有办法来建堂，所以跟他协商的过程当中呢，最后敲定总经费硬体设备要2400万才能够完成。对你们来说，2400万应该不是难题但是对我们来说，2400万，我们已经准备了1000，再加上1400万，对我们来讲这是天文数字第一堂我就问过南澳教会的会友有没有看过100万，没有人看过呢，没有人摸过，因为我们是月光族，我们的薪水拿了就是付孩子的，然后就是一般的生活费用，再来就是我们的奉献。一下子要让我们再筹措1400万，对我们来讲这是天文数字，区2000多万，你们可能很难去理解，这么容易的事情，你们怎么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了筹措不足的经费，教会的牧师跟长子，他们提供了他们10几笔的土地，将近20甲，然后在部落有合法的建筑执照、使用执照，透天厝3栋。我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元宝地不能贷款，我们找了立法委员，帮我们找这个银行，可不可以让我们去抵押贷款？当我们去把20甲的土地、3栋房子去估价的时候，你知道多少吗？我们的魏长老说300万，感谢神很会算，很精准。请问一下，你是建商吗？你怎么算得那么准不是啊，只有400万。400万哪里够啊？1400万呢，我们还要1400万呢。只有400万，那1000万我们要去哪里找？然后我们又想，如果这个银行不行，我们到那个基督教的储蓄互助社应该可以贷款，全部又拿去台南，让他来估价。他回了一句话，打电话过来，牧师，很抱歉，元宝地不能抵押。王牧师说：“上帝，你真幽默。”可是我跟他说，他不是幽默，我觉得他是在跟我们开玩笑。我们预备10年的建堂，在这个临门一脚的时候呢，让我们走投无路了。2021年5月开始起造，到了6月，一半的经费就没了着落。我分享过，在我们属下泰尔中会120间的教会去募款，大部分以上都是中小型的教会。我们南澳教会在泰尔中会全教会募款来说，是历年来最高的，但是才募到多少？170万。我们那时候的情况就像犹太人所面对的状况一样，外面有建堂经费有可能付不出来的困难，内部的隐忧是什么？在建造的开始，因为健康检查发现我有恶性肿瘤，所以2021年的1月我就开刀了。王牧师也是因为健康检查发现他有糖尿病，马上就要打胰岛素。在建堂的这个关头，我们的身体又出状况，他还要照顾我，他还要面对教会牧会的情况，工期一天一天的在做，建筑经费还迟迟找不到方法，找不到钱的情况下，王牧师睡觉的时候，半夜他还会颤抖跟惊醒。最后，我就跟他讲说，他的原住民名字叫米志，我说米志，没有关系，我安慰他，就算钱没有到位，也有没有钱的方法。真的到了最后拿不出钱，就停工吧。犹太人还不是这样，还是停工了16年呢。你才不过停工1年，
你比他强了。我说有钱再盖。我有一点像犹太人一样找理由。刚刚我们看那个图片，王牧师还是一头黑发的。你知道那一段时间，他一夜白发，他又担心我的身体，又要照顾我。我在想，我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发现呢？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生病呢？其实我在他的旁边，有时候觉得会不会造成他的负担？所以我在他的旁边默默地为他祷告。虽然我真的安慰他说没有关系，有钱再盖，可是呢，王牧师不曾松口说要停工，他说一定还可以找到方法。他其实心里很忧闷的时候，他就跑到外面去拔草，去种地瓜。其实我知道他去舒压，也在外面自己在那里祷告。回来面对我的时候，不让我忧虑，他就很像一副没有事情的样子。那一段时间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们的祷告就像我们的周报里面写的，我们跟上帝说：主啊，我们呼求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求你赐下你的心意，保守我们，赐下能力，面对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那个时候的心境，我们要用这首泰雅语诗歌帮助我，来让大家来一起回溯当初我们所面临到的困境，帮助我。
五路的时候，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当年的7月，邻近的一位教会的长老是我的表弟，他来探望我，也来激励我，跟我聊天。在结束谈话之前呢，他就多问了教会建堂的工作如何。王牧师也把教会所面对的困难和他分享。到最后呢，他竟然厚脸皮的跟他讲，我也吓到了。他说：“能不能把你宜兰都市的房子借给教会做抵押？”这么大胆的提议，如果是你，你会觉得你有没有搞错啊？无偿给教会，也不确定教会什么时候能够还款完毕。我也不太好意思，是我的表弟，因为他是警察，老师是国中，太太是国中的老师，所以有能力在宜兰买房子。其实当下我也没有多大的把握，他会答应。他就说：“姐夫姐姐就祷告吧，我回去跟我的太太商量看看。”他说要2个礼拜，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结果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他就打电话来了。他说：“我跟我太太沟通之后，他们有负担来协助教会的困难，用他们宜兰的房子来设定抵押，可以贷的金额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他告诉我们说：“姐夫，你要贷多少？1200万可不可以？”王牧师说：“不要不要，太多了，我们可能付不起，1000万就好了。”不止如此，他还非常热心的亲自帮我们找银行来比价，看看哪一间银行可以贷的金额是利息跟本金比较少的。最后我忘记是哪一家银行，终于他带着王牧师去贷款。这样的情形啊，就像以弗所书3章20节说的，神能照着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实在是一位奇妙又充满恩典的上帝。一位寡妇10万元，80岁的长者他的奉献，蒙召长者他们的上账剩余的奉献，又加上这位长老他愿意用他的房子来抵押，继续来激动我们对建堂事工继续努力，一直到现在，我们真实去经历了上帝的帮助，也见证了上帝与我们同在。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第2个我们必须想，有敬畏的心，主必帮助。刚刚所说的犹太人因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已经过惯了那样的生活，甚至呢，他们也没有敬拜的场所，也没有礼拜的时间，所以渐渐忘记了上帝的话，贪图自己的享受，用合理化的理由告诉自己说时机还没有到。今天神要他们建殿，神说什么？如果你们听从神的话，就必与你们同在。在耶和华的面前，也要存敬畏的心啊。我们要蒙福，不只是建造圣殿而已，我们也要建造我们新的人，我们也要建造我们新的生命，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申命记5章29节这样说：“但愿他们常有这样的心思，时刻敬畏我，谨守一切诫命，好叫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万事万代，凡事顺利。”我们都当敬畏上帝，全心信赖他，忠心于他，唯有如此才能够成为蒙福的百姓。
南澳教会是为了建堂而建堂吗？不是的。我们之所以建堂，是为了要扩张服事的境界，而且要有好的礼拜品质，好培养会友在这变动的时代中为主来传扬福音。我说过，我们不是为了建堂而建堂。一个不到50平的教会，就是只有1间礼拜堂而已。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图片，特别是礼拜日、3、5都是周间礼拜。到了礼拜日的时候，还没有建主日学教室、主日学先。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哎，结束了，换我们妇女会了。8点半妇女会，到9点半，其实还没有结束啊！结束了，我们还要练敬拜赞美。敬拜赞美之后，又主日礼拜。主日礼拜的时间完毕之后，又来一个，应该是他们的教堂诗班的练习，好像都在这样子赶场。这个礼拜品质会是如何呢？教会旁边就是牧师馆，不到10平，2间房子。我当时时候，我们在那边牧会的时候，刚到那间教会，我的孩子2个高中，1个国中，他们3个人共用不到3平的房间。这个房间呢是储藏室，也是影印机，也是文具室。孩子说：“妈，我们真的没有隐私呢。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们还要进来影印，我们都不能穿睡衣啊。”到最后我就跟他讲：“没有办法啊，教会的空间就是这样。”我说：“传道人的孩子，忍耐一下。你知道，到最后传道人的孩子都不愿意读神学院，因为太辛苦了，啊，这也是我们一直祷告的。所以到最后，我就跟我的孩子讲说：那这样好了，我把你们送到外婆的家，啊，外婆就在南澳旁边五塔，车程5分钟。我也跟我的妈妈说，好不好？孩子就暂住这里，因为空间不够。那他们也很愿意啊。那我们的主卧房呢，就是睡觉的地方，也是办公室，也是行政，所有的都在那里。我们的客厅是什么？交谊厅兼会议室。我可以说呢，南澳教会是物尽其用，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浪费。除此之外，你知道吗？铁皮屋啊，年久失修，因为都是自己盖的，不是专业的那个铁工厂盖的，都是弟兄姐妹自己盖的。所以下大雨的时候就一定漏水。下大雨我就要准备去捞水扫地了哈。小孩子的房间、客厅都要去捞水拖地板，反正只要下大雨就一定漏水。台风更惨。我在那边的时候经历过2次强烈台风，那个窗户啊，我们2个，我跟王牧师那边撑那个窗户，到最后我说算了，不要了，我们就失手了，把它破掉就算了，啊，房间湿了就算了。最后呢，我们到哪里？到礼拜堂的那个讲坛，去那边打地铺躲台风。这是我们必须建堂的原因之2。原因之3呢，我们希望教会不是只有礼拜的场所而已，而是希望能够更多服务人群的教会。南澳教会呢是在这个叫什么苏花公路啊必经的地方。那个时候很流行骑单车环岛，那这些人呢常常会打电话到教会，他说：“牧师，请问一下教会有没有招待所可以借我们？”王牧师说：“非常欢迎，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教会有椅子可以睡，我们的浴室跟厕所也可以让你们借用。”那段时间，我们的教会成了这个单车客的休息站。我们的教会是位处在南澳乡的行政中心所在地，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接待外出旅行的基督徒。但是到最后，他们说找不到你们的教会，因为太小了。
他们第一个找到的是什么？很像清真寺的真耶稣教会，因为很醒目嘛，4、5层楼。第二次呢，他们找到哪里？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就在路的旁边。我们的教会呢，就在这个住宅区的中间不起眼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建堂？真的是有我们的需要。教会在建堂的过程当中已经破土了，但是我们不忘记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服务众人。所以在破土典礼之后，我们当年就向政府申请文化健康站，就近照顾我们的长者。2年来，虽然面对疫情的冲击，在临时教堂铁皮屋里面也不是很好的地方，又面临我们要筹措建堂经费的难题，但是我们仍然尽心尽力来照顾我们的长者。未来我们有许多的意向和使命，除了可以服务部落的小孩子之外，你知道我们小孩子都是爸爸妈妈去工作，给你50块去吃早餐，到底有没有去吃早餐不一定，他们可能自己暗扛，不吃早餐，然后可能要用到什么别的地方去。所以教会有这样的想法，未来如果教会建堂完毕之后，有这样的空间可以服务我们的小孩子，让他们能够有营养的早餐，不要暗扛爸爸妈妈给的钱，我们也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们。如果神允许，我们的教会愿意拓展更多元的侍奉。我们南澳教会是非常喜好招待的教会，虽然他们在建堂，我们葛雷善区南澳区8间的教会，只要开会都是到他们的教会，因为方便，火车站很近，是我们的中心点。他们就算经济困难，他们一定还是款待我们到那里去开会的同工。这样的教会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敬畏神。他们知道每一件服事都是对神的敬拜，因为他们生怕亏欠上帝。总会通常年会在去年的4月就通过，让我们在今年向7个中区会来请安报告，5个平地中会，2个原住民教中会。好像听起来好像离我们筹募的经费不远，其实在联络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难处跟阻碍。每次王牧师要联络地方教会的时候，我都会跑出去外面，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有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啊，怎么有些教会口气有一点不是非常好，也可能有他们自己的难处。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有些人直接回答我不方便，有的说什么我们还要开小会，开小会之后呢没有消息了，也有就直接拒绝。但是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有多少教会愿意我们一起去请安报告，我们就非常的感谢，因为这是他们愿意跟我们一同建造上帝圣殿的机会。建造教会的身体，它就是上帝的身体。今天我们只要听从上帝，他就必与我们同在，并且帮助我们建堂的事工。虽然有许多的困难，他一定为我们负责，并且成就大事。正如今天的经文说到，神激动哈该他们的心，他们就来为神的殿做工，实在是我们的榜样。神在人的心中做工了，激动人起来工作。不只是我们这样做，你们也正在这样做。因为接纳南澳教会只是总会的决议，但是地方教会的你们愿意这样顺服，我相信这是神在你们心中做了激动的工作。使你们愿意在南澳教会建堂的事工，愿意为神来做工啊！有形的建筑物被建造完成固然可喜，但是建造圣殿的工作真的是
有喜乐，也有辛苦，也有眼泪，当中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在南北请安报告的工作当中，也有疲惫不堪的时候。但是因为你们的接纳，一杯的咖啡，你们的微笑，我们深受感动跟激励，让我们在这样困难的事工上更喜乐的来侍奉，更欢喜快乐的来为主工作。愿神纪念你们的教会，并兴旺你们的教士，并且祝福大家服侍的心志。最后，我们要用免加亚索的家作为我们的祷告。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因苦甲乡民，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落地，伊无压刺；要发的灯火，伊无拍死。
我们来唱最后一首的回应诗《蛮有能力》。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OK， 我们一起来拍手。我宣告，不仅将手举起，在我里面你，比起上一天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所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永远站立。再次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永远站立。再最后一次，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永远站立。我请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圣灵的交通跟感动常与每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最后一首的诗歌，我们一起唱。